走，我带你们去游乐园玩。哎，这谁的车呀？怎么停？手机响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你捡到我的包了吗？啊，是的，我现在在那个人民广场这里。哦，我估计是掉那儿了。那你方便在那儿等我一下吗？我一会儿马上就过来了。你还要多长时间呢？我估计20分钟左右。啊，那你快点哈。啊，行，谢谢你，你别走啊，好。好。哎，这里面怎么还1万块钱呢？哎，妈妈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哎，别说话，你以后的学费都有了，我们在这儿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听见没有？我们再等一下，你别说话了啊。哎，是您捡到我的包了吗？啊，是的，还真在这儿呢。啊，你看里面有一部手机，你要不给它解一下锁？哦，没事，是我的手机，肯定是我的。来，你看人脸解锁是不是解完了？还真的是你的。对。以后手机就别乱扔了啊。啊，行，没事，真的感谢你啊！你要是今天没有你这大好人，是不是？我这东西可能就有人拿走了。你看里面还这么多钱呢，知道吧？这跟员工准备去发奖金的，知不知道？诶，我这奖金好像是5万，现在怎么就4万呢？是？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在这里等了半天，你的钱不见了，你还怪我拿了你的钱呢？没有，我没有说怪你的意思，我就是比较纳闷，知道吧？也可能是前面的人可能有看到这个拿了1万走了，还是怎么回事，知道吧？没有怪你的意思，我这还感谢你来不及呢。妈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老师跟我们要拾金不昧。别说话。哦，看来是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，是吧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又没拿你钱，别听小孩子瞎说。没事，我小孩子我相信还是本性比较淳朴、比较善良、比较诚实的，知道吧？没事，这个也无所谓，知道吧？你要说今天不是你捡到我这个钱，我这袋子和我手机里面重要资料可能全部都被别人拿走了，知道吧？没事，如果真是你拿了也没关系，知道吧？这1万块钱呢，只当是我给到您的一个回报，好吧？正好呢是你说的。2个孩子带去买点什么东西吃也行，是吧？暑假呢，是吧？带他们出去玩一玩也行。这个还是由衷的内心的给你表示感谢，好不好？没事啊。行，这个小朋友还是比较棒的啊，诚实守信啊，请保持好这种善良的品德，好不好？行，没事，那你们忙吧啊，好吧？还是非常感谢啊，好不好？早上好，老板。哎，你好，小妹儿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你怎么没带工牌啊？还带工牌？有没有搞笑吧？这个工牌可是你们这种下等人看门狗带的，知不知道啊？不管我们是下等人还是怎么的，反正你没带工牌，就是不让进，这是公司的规定。规定什么呀？规定就是针对你们这种下等人规定的。我是堂堂一个大经理，还规定要我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哎，等一下，就算有老板从这里过也带工牌，你是新来的怎么了？你是新来的也带工牌啊？什么叫新来的？我可是这里的经理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啊，说个话都不知道怎么说，还不知道巴结我，你想不想干？你相不相信？我立马分钟把你开除掉！没有一点眼力劲儿。等一下，哎，不是美女，怎么了？老家问一下，你是这个工厂的员工吗？我当然是啦，是吧？有没有搞笑啊？啊，我不是来上班的，我还难道是来玩的？啊，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以前可能没见过你啊。但是你要是这个工厂的员工是吧？你要遵守这个工厂的规章制度是吧？人家都带工牌，是不是？你为啥不带呢？带工牌只有像你们这种下等人带，我堂堂一个经理还让我带工牌啊？别人都是下等人啊，就是你是高高在上啊。那当然啦，搞了半天可能是有后台啊，说话这么嚣张。那肯定是有后台呀。后台是谁呀？我说出来我怕吓死你。来，你告诉我，吓吓我。这你的厂长2把手李强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哦，李厂长，你跟他啥关系啊？他是我的大表哥。表哥呀？怎么啦？那搞完你来上多长时间班了？我问一下你。我上了有1个星期了。1个星期啊？怎么啦？不是，那看来估计就是走后门进来的吧？你会不会说话？我还走后门？像我这样的大文凭进来，我还要走后门？我堂堂正正的走正门进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管你是走正门还是走后门进来的啊，佩戴工牌是这个工厂的规章制度啊，任何人都得遵守这个规章制度啊。你既然说是新上任的经理，你作为领导层，你理应佩戴工牌，起到一个带头表率作用，你为啥不戴呀？啊，我就不戴，咋的啦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呀？他是我们这个工厂的老板。怎么了？你看啥呀？哟，你还真是这里的老板呀！刚才还不认识你，多有得罪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开个玩笑。还开个玩笑啊！刚才不认识我啊，就对我吆五喝六的啊，嚣张跋扈的啊！
现在知道我是老板了啊，就这么卑躬屈膝的啊，委曲求全啊。哎呀，这不是刚才不知道你是这里的老板吗？还不知道啊？我看你这翻脸比翻书都快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工厂这么多员工啊，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啊，而且都是踏实本分的人啊。就你这号人，如果进到我工厂来，指不定把我工厂员工欺负成什么样了。我出差了半个月，就进了你们这一号人啊！告诉你，这事儿不光你没完啊，待会儿还跟你表哥没完。我告诉你啊，跟你说一句啊，任何职业它都是不分高低贵贱的，只有人品才分3、6、9等。人保安怎么了？你还一口一个下的人啊！保安，保护公司的平安啊！没有他们保安小妹儿，何来公司的安全感啊？我问你。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啊，奉劝你啊，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的职位是做到头了啊，我的庙小容不下你啊，你德不配位，哪儿来的赶紧给我走哪儿去啊！走就走，你这种破公司我还不稀罕呢。你还不稀罕这么嚣张跋扈的人呢？没事，小妹儿啊，今天这个事儿呢，你做的非常对，知道吧？我给你点个赞，知道吧？以后遇到这种人，你不要怕他，知道吧？要不畏强权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挺好啊，这一点我非常欣赏。你这样，下个月呢，工资我给你提2000上来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老板。在这儿再接再厉，好好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就行，好吧？好，行，那就先这样，我过去了啊。好，老板慢走。那老板呢？就是他了，不去修机器，导致工厂现在停工了，100多号人都没法运营呢。不是牛工，你咋不去修机器呢啊？老板，你得问他咋回事？是这样的，老板娘，前几天啊，你看他在工厂是不是也没啥事做，每天游手好闲，翘着二郎腿在那啊。我看这的李阿姨。他那前2天不是请假回去了吗？这办公室没有人打扫，我就把他调过来打扫一下，是不是？现在机器坏了，我打电话让他回去修，他怎么就不回去修？别把话说的那么好听，让我到这边来做卫生，不就是给你的亲戚腾位置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在这给我血狗喷人。行了啊，你们俩先别吵了啊！他一个机修工，你怎么能调他到这儿来是吧？这个扫卫生的啊！还有啊，牛工，你记住，你这个机修工的职责是吧？就是修机器。那工厂的设备坏了，是不是？那该你修。你现在工厂设备差不多有10几台都在那儿瘫痪着，工厂有100多号人是吧？都在那儿闲着。现在工厂一天损失100-200万呀，你想想是不是？你这样的，你现在赶紧先去把机器修了，好吧？下个月工资我给你上调8000，好吧？然后至于你们跟主管刚才说的这个事儿，我待会儿下去马上着手调查，如果属实的话，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，好不好？老板，我也不是不给你面子，你也别在这里给我画大饼。现在这个工厂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老板，你自己看一下，这什么态度呀？这什么态度啊？人一个机修人员，你怎么把他搞到这儿来扫卫生的啊？他越清闲，那证明工厂的机器设备维护的越好，是吧？工厂的后方是没有问题的，正常能生产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把他搞到这儿来扫卫生，是不是？那他心里作何感想啊？是不是？我现在把你搞到去打扫厕所，你心里怎么想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个事儿啊，你赶紧。你去道歉也好啊，你去负荆请罪也好，你赶紧把他给我请回来啊！请不回来的话啊，你也别回来了，听见没有？赶紧去啊！来，发你们的加班费了，来，这是你的1000块钱。来，表姐，这是你的5000。管你，他为什么发5000，我才发1000呢？这能比吗？她可是我的亲表姐，我不罩着她，我还罩着你呀。她是你的亲表姐又怎么样？昨天老板开会的时候说，加班费每个人都发5000，你给我发1000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什么态度啊？啊，这老板不在，我说了算，你是不是这个也不想要了？哎，不是，你这样的话就不对了啊！什么不对呀？你想不想干呀？啊，这还有完没完呐？还想告诉老板去啊？是不是？刘主管，有咋回事啊？在干嘛呀？老板，你咋来了？我咋来了？没事啊，在干什么呢？在给他们发加班费了。发加班费，这是谁的钱呀？这是我的钱。你的钱？你的钱怎么好像就只有1000块钱呀？是的，这是不是给他们都发完了吗？这是我的多余。这是你的多余的啊？是这样吗？谁呀？老板，他现在发1000块钱，刚开始发1000块钱，现在连1000块钱都给我抢走了。他不加班，也不加点的，到点就下班，他发5000块钱。行，知道了，刚才我都在后面看见了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是这样吗？刘主管？哎呀，老板，怎么了？你看我的表姐，她又勤快，而且人又灵敏，是不是？你看她嘴又笨，而且笨手笨脚的，还偷奸耍滑的，她肯定她工资要那个加班费要少一点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昨天开会是怎么说的啊？我明确的说的啊，每个人都是5000块钱加班费啊。我在上面发号施令啊，你就在下面给我胡搞啊？他是偷奸耍滑吗？啊，到底什么原因啊？谁叫他顶嘴的啊？顶你2句嘴啊，你就把人家奖金磕了4000呀啊？那人家付出了辛劳和汗水了啊，
全被你给没了啊！那剩下的4000钱呢？那4000不是在财务吗？财务那哪有啊？财务一拨款下去啊，全部都直接发到你们这主管上面了啊！那不止你一个主管，那人家其他几个主管怎么都平均全部发放下去了啊？到你这儿来就这么事儿多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品行啊，你也德不配位了。我的员工来到我的工厂就是一家人啊，五湖四海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地方。是吧？人家有多么不容易啊！一家老小要养，是不是？人家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干点活，拿点奖金啊！你就这么被你无情的克扣了啊！德不配位啊！告诉你啊，拉着你的表姐啊一块走吧啊！去财务那儿把工资一结，赶紧给我走啊！不想再看到你们俩啊！老板，怎么了？我可是这么多年跟着你辛勤付出，鞍前马后为你操劳，是不是？就为这么一件破事，你还要开除我们2个，这个事我不服。你看有没有人支持你？这是你也不服啊？你还不服啊？这是一点破事吗？啊，这是你人品有问题。我再告诉你啊，支不支持不是你说了算啊！我相信人在做，天在看啊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也相信屏幕前的家人眼睛也一定是雪亮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啊去财务那儿结完公司走人。我告诉你，听明白没有啊？赶紧给我走，走就走，再一点。没事啊，一会儿我让财务亲自给你发过来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这人我已经处理完了啊，在这儿该好好工作，好好工作，没事啊。老板绝对不会让你们努力的付出和汗水变成泪水的啊，我觉得也肯定不会让你们心寒，在这儿好好干，干得好，后面再给你们加工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板。行，没事啊，工作吧啊。好。老板，哎，丽姐，你怎么拿公司这什么塑料瓶子、废纸壳子？我拿去卖了，补贴点家用。补贴家用？是的。不是，我上个月看你们工资报表，我都是我签的字，我看你工资应该也有7、8千的呀。老板哪有7、8千呀？这个月我就发了3000块钱。发了3000块钱？是的。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都是我签字审批下去的，是不是？我还以为是你家里7、8千块钱不够是吧？补贴家用，你拿这个东西去卖呢？怎么才只发了3000呢？来了4个月了，都是3000块钱。你工资不是直接打到工资卡上吗？没有，工资是我老乡给我发的现金。你老乡给你发的现金？是的。你老乡是谁呀？就是我们那个线上的那个主管王主管。王主管是吧？你没有卡，没给你办卡。当时没给我办。那等于说你的工资就是他帮你领的，然后他发现金给你。是的。就发了3000块钱。是的。那不对呀，每个月有7、8千，他怎么着就算没有办卡发现金，他也正常应该发你7、8千，怎么才发3000呢？我的工资就3000块钱呀。行，你别着急啊，这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是不是啊？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把他叫过来问一下怎么回事啊。喂，王主管，啊，你现在立刻到这个公司大厅这边来一下。对，行，打完电话了，一会儿就过来了啊。这也不对呀，是不是？哎，老板你找我呀？是找你有点事儿啊。这个丽姐她说跟你是老乡，然后说每个月工资就只发了3000块钱，是怎么回事？老板说这个事啊，他是我老乡。他以前在家里面养个鸡死，养个鸭死，养什么都死。所以呢，1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。我看着他在家里面可怜是吧，就把他带出来。然后这不是一个月有6、7千块钱嘛，是吧？我看着他工资也挺高的，那不得孝敬我一下呀？所以呢，他每个月就给我就拿出来几千块钱孝敬我。不是，我看你说这话，你还说的挺平淡的啊！你是他爹还是他妈呀？啊，他凭什么孝敬你呀？再说孝敬你，你经过别人同意了吗？啊，你同意把多的钱给他的，说好了的。老板，你这个话可怎么说的呀？在家里面，他的公公婆婆还有包括他的老公都说好的。还说好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在别的地儿我管不着，他如果不是我工厂的员工啊，我也管不着，我手伸不到那么远。他既然来到我工厂啊，就是我工厂的一份子，他就是我的家人。别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，你凭什么去磨别人的工资啊？克扣别人的工资啊？那不是我不把他带出来，他不是1分钱都想不到吗？你带出来是别人是会感激你，是不是啊？请你吃顿饭，是不是？然后回老家了，是吧？他在家里老家那儿一说，是不是？你父老乡亲们他也都会念你的好，认为你这个人人品不错啊，竖个大拇指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现在这么做，你完全这个性质就变了啊！人家会背后怎么说你啊？你自己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啊？哎呀，老板说了这么一大堆，你就这么为了一个农村人，是不是？还这样数落我这样一个大主管，你工厂的
100多号人都是我给你带出来的，你看我每年给你创造了多少业绩啊？我先不说你创造多少业绩，就凭你刚才老一口一个农村人啊，你这思想就不对啊！农村人怎么了？你往上数3代，谁家不是农村人？你回家去问一下你爷爷奶奶啊！如果没有他们农村人，你吃的喝的从哪儿来？没有他们农村人，你住的房子从哪儿来？没有他们农村人啊，哪来的这个城市的喧嚣繁华？也都是他们在背后的付出的汗水啊！你搞明白没有？你还在那儿自以为你是个成年人，你就了不起了啊？你成年人怎么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就你刚才这个品行啊，我限你啊，下班之前把他这3、4个月的工资啊扣完了啊，给他归还到位啊，好吧？这个事儿我就既往不咎了啊。如果不归还到位啊，你直接跟我财务那儿领工资啊，直接跟我走，这个月工资你也别想要了，年终奖你也别想要了。这个钱我早就花光了，我肯定是还不上。我再说了啊，老板，如果有一个人支持他，我把这个钱还给他，那我10倍奉还，而且还自扇耳光10下。但是没有人支持他的话，就看着办。不是，我这发现你这人怎么是良心是被猪油蒙了心吗？啊，油盐不进。我告诉你啊，支不支持不是你说了算啊。我相信人在做，天在看啊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也相信群众的眼睛也一定是雪亮的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来刷到视频的朋友啊，你们支持我开除这种嚣张又跋扈、欺软又怕硬的种吗？如果支持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，谢谢大家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来，你姐呢？你把这个钱拿着，你爷爷手续费不是还差1万多吗？这里面有2万块钱，你拿着这个钱，赶紧给你爷爷去交手续费，好吧？好的，老板。真的，今天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你看，我要是没这个钱，我爷爷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没事，心情别太激动，知道吧？来到咱们工厂的呢，就是一家人，员工有难，我作为老板呢，肯定该帮，肯定一定要帮，知道吧？你先去交手续费，然后后面治疗费用，你看如果还差的话，你到时候及时跟我说，好吧？好的，老板，谢谢你。行，没事，那你赶紧过去吧，好吧？好的，行，去吧。王医生，你能帮我把爷爷手术安排好吧？我的钱已经筹到了，我马上给你送过来啊。哎，我的钱呢？是不是你拿走的？什么叫我拿走的？我一个路过的人，我拿你钱干什么呀？这个钱可是我爷爷的救命钱，我刚刚到我们老板那里借来的2万块钱。这个世道是要讲证据的，你哪个眼睛看着我拿你的钱的呀？你看，这个走道上是什么人都没有，就是你一个人从我这后面过，这个钱就没了。不是你拿的还是谁拿的？我还说你拿了我包和我手机呢，你这人怎么成强盗了？我告诉你，有谁能证明我拿你的钱呢？再说这里没有摄像头，你怎么能证明我拿你钱呀？亲不亲爱的家人们、叔叔阿姨们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能帮我证明一下吗？这个钱就是这个小妹拿走的，这可是我爷爷的救命钱啊！这刚刚从我们老爸那里借来的2万块钱，我在这里谢谢大家，帮我证明一下吧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什么破公司呀，还看不起农村人，我呸！哎，小妹儿啊，怎么了，帅哥？你刚才说什么破什么农村人？你是帅哥，你是来应聘的还是来这玩的呀？我随便过来转转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来应聘的话，就别去了。这个公司看不起农村人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应聘的时候，我说我是农村人，然后他连我的那个简历都不看，然后就让我走了。啊，就因为你说你是农村人，他连你简历不看了，让你直接走了。是啊。不是，那你方便把你简历给我看一下吗？那赶紧好，那可以，没关系。还是211名牌大学毕业的呀，这工作经验也有2年的时间呢，这应该正好适合他们那个公司的要求啊。他简历都没看，直接把你叫出来了。那是，这怎么这么干活呢？你这样呢，我跟他们那个公司的那个面试官啊认识，而且还比较熟，我跟他打个电话叫过来，我看一下怎么个情况，好不好？真的呀？是啊，因为现在外面找工作也不好找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既然对相遇到了就是缘分嘛，好吧？好，我帮你打个电话问一下。那太感谢你了，帅哥。没事啊啊。喂，哎，王主管，你到这个2楼的这个走廊走到这儿来一下。对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啊，有点事儿问你啊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好。行，帅哥，你看我的手机这个人是你吗？你还关注我了呀？是我。是你呀？对，我平时没事喜欢就发点视频，你知道吧？是啊，我关注你有1年多了，我看着你拍的那些视频，关于维护员工的尊严，然后觉得挺好的，所以我就来看这个公司看一下。哦，是这样。没想到看到真人呢。是这样，是我平时比较喜欢拍点那个正能量的那个视频，知道吧？
倡导正能量嘛，咱们这个社会是不是？行，咱们等一下他吧。啊，好。哎，老板，你找我？是找你啊。我问一下啊，这个人家过来应聘啊，为什么简历都不看，直接把人轰走了呀？老板，这不是他是个农村人吗？你看他身上臭烘烘的，还在这儿站着干嘛呀？还站着干什么干嘛呀？啊，我在这儿你还推人家啊？平时怎么教导你们的啊？你还一口一个农村人啊？农村人怎么了啊？农村人是吧？肩挑日夜，手掌乾坤啊！若没有他们农村人，你吃的喝的从哪儿来呀？啊，这个城市如果没有农村人的辛劳付出啊，哪来这个城市的喧嚣繁华呀？啊，你还一口一个农村人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往自己心里问一问啊，你往上数3代啊，你谁家不是农村人啊？你不是农村人吗？不是老板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就为了这么一个农村人，还数了我这个主管半天。我不是数落你半天，你这叫戴有色眼镜看人，知道吧？啊，我也是农村人呀，啊，那平时你怎么也不对我是吧毕恭毕敬的呀？老板，你可是大老板，你怎么跟他比呀？是不是？不是，那照你这思维，那就完全是见人下菜碟了啊！我是老板，我是农村的，你就对我这副态度，那人家过来面试的农村人，而且人家这工作是吧？也有经验是吧？品牌大学毕业，也正好符合咱们公司的这个应聘要求。那你凭什么连简历都不看，直接把人轰走了？那照你这么干，那公司得流失多少人才呀？啊！哎呀，不是老板，看着他就没有，这肯定是假的。什么假的呀？你看都没看都假的，你这叫以貌取人啊！人家都海水不可斗量啊！你怎么干的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看了一下，你也不适合继续在这个位置干了，知道吧？要再让你这继续干啊，我工厂没准哪一天真让你给干黄了啊！好吧，收拾东西啊，到财务那边去啊，把工资结了，赶紧给我走人，好吧？走就走，我看你们这公司迟早黄。你看这人呢？帅哥，你是这公司的老板，你看我的简历适合这份工作吗？非常适合，我刚才都看了，看得很仔细，知道吧？你这样呢，你明天呢就直接来我们这儿报道，好吧？你直接呢正式加入我们，成为我们的一员，在这儿来呢就好好工作。其实我们的视频里面呢，跟我们工厂里面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。来到这儿，我们肯定也都会把你当做一家人，好好去做，知道吧？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来了这个城市，把路费都花完了。没事，那你这样吧，你到我办公室去喝点茶，我先给你预支1000块钱，好吧？你先够自己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那走，往前面走，走。你哪个部门的？上班时间还玩手机？哦，我是那个送吃什么呀？啊，一个月工资多少钱7000，怎么了？7000，这么多的工资还在这玩手机？财务赶紧过来！经理，你找我干嘛？去拿8000块钱给他。拿8000块钱给他？是啊，赶紧去。他是那个他什么呀？赶紧去，叫你去拿，赶紧去呀！还磨成什么呀？上班时间不像上班的样子，还在这玩手机，真是。给他，不是给我。经理，你确定这个钱给他吗？废话真多，赶紧给他。这给我的呀？给你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赶紧走。等一下，这个事我直接跟老板说就行了，这个不用你操心。哎，那刚才怎么走了个人，手上拿那么多钱啊？什么情况？老板，那个小女孩是跟我们公司来起快件的，是起快件的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也没有让我说呀。不是，你把公司的钱给取快进了，我看都差不多有1万呢。你还不赶紧去追，还在那望去？站住！怎么了？是不是新来的？不是，你管我是不是新来的？我还没注意啊！你上班时间你翘着个2蹬腿放桌子上，成何体统啊？是不是住海边的？管这么宽？不是管这么宽，你这样有损公司形象。要是一会儿来个大客户，是不是看到你这种形象，还有情愿跟我们公司合作吗？有客户不知道的去别的地方谈呀，还跑到这边来，我可是有话语权的。你什么话语权呀？啊，我还没见过你啊，这么嚣张，还这么嚣张！我告诉你，我是这里的新经理。现在马上到饭点了，到下面去给我打一份龙虾饭上来，只要龙虾不要饭，快点！不是你打饭你自己没长腿呀？啊，还要我跟你打啊？你好大的面子！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啊？你相不相信我分分钟把你开掉？还你分分钟把我开掉啊？看你这说话的语气怎么着啊？你在这儿有后台呀？啊，我肯定有后台呀！我说出来我吓死你！来，你说出来吓吓我来。我的厂长表姐啊，这里的2把手，知不知道？除了老板就是他，老板还要对他进3分的。厂长表姐怎么啦？王厂长是吧？对呀。啊，是你表姐？你还真是。我说这么嚣张了，原来还真是走后门进来的。我说出差这么长时间啊，没见过你了啊。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走后门的？
我是堂堂正正走大门进来的。啊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来，你把你表姐喊过来，来，我看到底开除谁啊？还分分钟把我开除掉。说话真是没有一点人情啊！啊，我怎么着？我打电话就打电话，马上叫他过来啊，赶紧叫过来啊！马上打电话叫他把你开除掉。我表姐，这里有一个陌生男的，他说话挺冲的，你赶紧过来把他开除掉。对对对，快点啊，麻溜的。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。哎，谁呀？哎，老板，怎么是你回来了呀？啊，我回来了啊！我要不回来，我能看到这么优秀的员工吗？啊，她是你表妹啊？啊，她是我表妹，这怎么了？中间有什么误会吗？还什么误会啊？上班时间啊，不工作玩手机就罢了，还把个脚翘在这个桌子上啊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客户来了，看到怎么回事啊？还有啊，我刚回来出差啊，他让我去跟他打饭啊，他好大的面子，好大的官威啊！不是，老板你消气，你别发火啊！你看，就翘一下腿吧，是不是啊？再说了，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老板。对呀，是的，他叫员工跟他们打饭，他作为一个管理打饭，那不是很正常？不是，我发现啊，你们还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庙小啊，容不下你，就你这种品格的人啊，我公司肯定是不会用你的，哪来的给我走哪去！不是，老板，就为这么一点小事，你至于吗？你还开除他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至不至于怎么了啊？你再说两句，我连你也一起开除。不是，就为这点事你要开除我们两个啊？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这样开除我，我不服，我也不服。如果有一个人支持你开除我们两个哈，我们两个马上就走。就是，那你就等着走吧。我告诉你啊，支不支持不是你们俩说了算啊！我相信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相信这件事情啊，群众的眼睛也一定都是雪亮的啊！你看评论区有没有人支持我？你们俩就等着被开除吧。走，等着你请我们回来吧。走。你好，先生，怎么了？请出示工牌。工牌是吧？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啊，那个昨天可能闹办公室了，我去办公室给你拿过来，好吧？啊，那也不行，怎么了？因为工厂的老板规定啊，没有工牌，任何人都不让进去。任何人都不让进去，我去拿过来给你不就完了吗？那也不行，因为我们身为一帮保安啊，必须对工厂的财产、人身安全保障。不是，意思也就是我今天不带工牌，我进不去呗？是的，老板规定的，工厂有规定。不是，你是不是第一天上班啊？你不认识我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确实不认识。确实不认识，那行吧，那你等一会儿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好的。哎，你看他穿的那么光鲜亮丽，要么就是我们的大老板，要么就是我们的公司的大客户。我们是第一天来上班，要么我们工作是保不了的。你得罪了他，这样吧，我们身为一名保安，不管是第一天上班、第二天上班，因为职责所在，我们要保护公司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你既然这么胆小怕事，你也不配做这个保安，你回家养鸭吧。李牛。来，保安大哥，你接一下啊，你们队长电话。好，哎，王队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这个是严总是吧？我确实不认识他。行，那我让他进去吧。好的。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吧？行，严总，确实不认识你，先进去吧。行啊，一会儿下班之后来我办公室一趟啊。好的。哎，老板，我过来了。过来了是吧？你这样吧，你去宿舍把你行李收拾一下吧。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哪里做错了什么？我身为公司的保安，保就是公司的财产和每个员工的安全，这就是我的职责。这是你的职责啊！你来公司，你连公司老板是谁你都不知道啊！你这叫尽职尽责。老板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听不明白话吗？让你去宿舍收拾东西。老板，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啊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而且像我这个年龄的工作也不好找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给你什么机会？让你收拾东西，听不明白呀？老板，你能不能把今天的工资结给我了？结什么工资啊？你看，老板，你都要开除我了，那你不结工资我怎么弄啊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开除你啊？那老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我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是吧？虽然说你是一个保安啊，但是啊，保卫公司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啊，这一点你做得非常不错。虽然说你只是一名保安啊，但是面对强权啊，面对领导啊，你依然能够不屈不挠啊，坚守自己的工作职位啊，这一点也做得非常不错。所以说呢，我是要你升职，不是要开除你。正好呢，我们在江西那边啊有一个分厂马上要开设了啊，然后那边呢缺一个保安大队长啊，到那边去之后呢，正好任命你为保安大队长，工资呢比这边呢相对于高3500块钱啊，所以说呢，这是我看中你的人品，准备把你调到那边去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严总，你看我也没有多少文凭，这个工作保安大队长，你看我能不能胜任呢？你放心，我用人从来是用人不疑，而且最主要看重的就是人品啊！你这一点非常让我欣赏，知道吧？只要我在后面支持你啊，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，这一点你毋庸置疑，好吧？
行，那感谢严总给的平台，行，万愿去再接再厉，去努力。行，有你这句信心就行，知道吧？到那边去好好工作啊，有什么不明白了，及时跟我沟通就行，好吧？行，谢谢严总。行，没事，下去吧。严总，这是10年前借你的2万块钱，现在还给你。另外呢，我从老家给你带来一些特产。怎么这么久才想起来还这个钱呀？你看你来这儿一趟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中午一会儿我定个位置，一块儿过去吃个饭，好不好？严总，饭我就不吃了，等会儿我还有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慢走啊，刘姐。严总，你看你这是什么朋友呀？10年前借你的2万块钱是不是啊？现在还还你2万，你看现在物价都翻了多少倍呀？这10年前能借出去的钱能还回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有好多人把钱借出去，最后要不回来，反而变成了仇人。对，严总说的对。看人家这不还带了礼物过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当地的特产是不是？真是太实在了，怎么还有一张纸条？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对，这朋友能交。严总，你在忙啊？哎，刘姐过来了，来，坐，来，喝茶啊。好，谢谢严总。你看，这是前年借你的100万，现在还给你，可没有利息哦。没有利息啊？是的。那回头可得请我吃大餐呀。那肯定的。严总，你看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1000万的这个采购单，你看，我准备给你做的。这样，这可是份大礼啊！是啊，严总。你看这个100万，你这1年多都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要这个钱，是不是？你就不怕我还不上吗？不是，当初呢，你也是被朋友坑了啊，这个过错呢怨不得你，所以说呢，之前我也问过你，我说你还相信朋友吗？那肯定相信朋友。一直都相信是吧？对呀。所以说呢，你也是我朋友，我一直也相信你，明白吧？谢谢严总。哎，你这上班时间怎么在这儿睡觉呢？啊，我今天实在有点累，我在那眯了一会儿。不是，那你工作活都干完了吗？哦，我今天活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不是，你一个月多少钱工资？我一个月6、7千块钱。6、7千？啊。你这样的，我给你转1万块钱，你明天不用来了，来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行了，转过去了，赶紧走吧。谢谢。啥人？哎，老板，怎么了？这个快递员呢？什么快递员啊？刚才的他不是正坐在这个我送快递的，我叫他过来拿快递的。啊，你说刚才这个人是快递员啊？是啊，老板。不是我们公司员工吗？不是，我就是打电话让他过来拿快递的。哎，这个家伙，你赶紧帮我追回来，去！我？是啊，你赶紧帮我追一下，去。刚章已给你盖好了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么烦人！哎，老板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我啊？我今天要不来，我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吗？啊，你自己来看看啊，这盖的是什么呀？怎么是一张白纸呀，老板？是啊，一张白纸你就敢剁下去啊？啊，这要是别的东西呢？啊，出什么责任呢？啊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不是，老板，这都是公司的人，能出什么事呀？是吧？我也看了一下啊，我发现你这章盖的挺溜刷的啊。也得亏我这么信任你啊，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呀啊！不是，我怎么知道你拿一张白纸过来呀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拿白纸过来啊？我看了一下啊，就你这品行啊，你也不适合继续在这干了啊，回家收拾东西走吧。走就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女，你昨天陪客户吃饭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我把钱转给你。好的，严总，昨天吃饭一共花了3999，一条烟的话是2888，然后2套化妆品是1700块钱，饮料的话是35，一共的话是10322，你给我转10300就行了。钱一分不少了，我都给你转过去了啊，然后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严总，为啥呀？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，爱恨成败里赢过也输过，也曾灿烂失落，无悔选择。严总，你找我？对，你先坐吧。好的，谢谢严总。下午的时候呢，我去你厂下面那个组装线那一块有2个女员工，我看了一下，一个呢是带着2个孩子，2个孩子都才一个2岁，一个4岁左右，还有一个呢怀孕了，我看着问了一下，差不多快5个月左右了。
怀孕5个月左右，旁边还有一个2、3岁的一个小孩。这2个女员工都是哪个地方的？你知不知道叫什么？哦，那个怀孕的那个是广西的，广西的叫李霞。李霞啊，带着2个孩子，这个带2个孩子是贵州那边的。贵州的是吧？对，是这样。其实我看了一下，其实工厂你来时间短，知道吧？你好多事你可能还不太清楚。下面有主管一定要交代清楚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工厂呢就给到员工们，就是为了孩子方便这一块组建了一个儿童乐园。我有专门请的阿姨，然后呢里面也有图书、漫画，是吧？也能娱乐，也能学习，也能做游戏，反正氛围也都比较好。也有专门的阿姨在照顾，知道吧？这孩子呢都在他们上班的时间之内，把孩子接到办公室来，接到公司这边来，放到儿童乐园里面去。有专业阿姨照顾也都放心一点，他们员工工作呢也都安心一点。不然的话，我看2个孩子也一直在周围走动，一是不安全，二也怕影响大人一个分心，你知道吧？出工效率啊以及安全性啊也都不是特别好。像这些事，你平时作为厂长，你平时也要多往下去巡视一下，知道？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要去沟通解决，明白吧？知道了，严总。这是第一个啊，好吧？还有那个怀孕的那个女员工，你下面的。你看她怀孕5个多月了，还在工厂上，还在岗位上，在坚持在工作，是吧？也都是为了家庭，是吧？在付出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怀孕的这一个呢，孩子也是正常弄到公司来，然后把怀孕那个女员工呢，回头给财务去说一下，去接她的，就是帮她打下手也行，每天的出单量的一个账单情况整理整理，好吧？因为办公室这边空气啊，不管环境啊，也都稍微要好一些，知道吧？不然在工厂本身环境也差点事儿，是吧？空气也差点事儿，本身也怀着孕的一个状态，为了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宝宝着想，好吧？就回头跟财务去说一声就行，这2个事儿交接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行，我等会儿下班了之后我去帮这个事儿安排好。还有一个呢，你问一下他们，你咨询一下，跟他们2个女员工沟通一下，你看一下他们老公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城市，看是在务工还是在干什么。行，如果说不是在做特别大的生意的情况下，如果也是在工厂或者在哪个地方打工的情况下，你跟他们去沟通说一下，你问他们老公愿不愿意到工厂来，明白吧？因为一个带着2个孩子，又才2岁4岁，另外一个又怀着孕还带着一个孩子，知道吧？你看他们老公愿不愿意过来？如果愿意过来的情况下，到时候呢，我跟那个打包配货处，我跟那个库房负责人沟通一下，看能不能穿插2个人进来，因为这段时间配货量、打包量、订单也比较多。所以说呢，进2个人问题应该也不大，是吧？勤快点，做得好一点，1个月也基本上有个1万多块钱的工资了啊！把他们老公也都调过来，到时候呢，宿舍这一块都1个人分配一个就是单人间，让他们一家是吧都在里面，这样也好，为了孩子以后着想，有一个好点的环境，是吧？不然的话，其实刚才下午在那儿看孩子的时候，是吧？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，知道吧？其实有时候在想。那这2男人何德何能，是吧？上辈子肯定是不知道积了多少善事善德，是吧？娶到这样的媳妇儿，是吧？怀着孕，是吧？还在工作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另外还带着2个孩子在工作，明白吧？你回头去沟通一下，看他愿不愿意过来，愿意过来就这么安排下去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知道了，严总。行，那没别的事儿，好吧？对，工厂的员工遇到你这么好的老板，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。没事，来到工厂了，就是咱们的一家人一份子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好的事儿设身处地的去他们想想。哎，严总，快起开，快起来！不是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你站边，别说话，来给我。哎，严总，去年在你们公司订的那个机器非常好用，我们公司今年业务扩张，再订1000台。哎，好的。您喝水。这是谁呀？啊，这是我的助理。啊，你去把那个章拿过来一下。好的。来，咱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嗯。